高雄翠屏義鎮的勵志金釵團打頭陣，加上宜蘭漢光一隊精彩的奏樂，這是主祀謝府元帥的阿蓮牛肉湯所舉辦的繞境活動。因為我們去年沒辦法安坐，所以今年的方位剛好可以，所以就選在今年。剛好有詢問神明可以，因為一切都是由神明決定啊，決定這個位置，所以我們才會來公園店這邊開這樣。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繞境，然後也要謝謝偉哥，然後讓我認識了很多都我不知道的一些拜的一些習俗啊，然後我也知道原來有這麼多的表演節目啊。來自新化的林家以牛肉湯聞名，此次特別選在公園路分店入夥安坐，為了隆重起見，安排7個陣頭，耗資數百萬來壓幾顆。同時掛在店門口的茄東入石榴招牌匾額也正式揭匾，因為店址就位在中西北區交界，兩區區長、在地人士，甚至是明星藝人都來相挺，場面隆重盛大。很久就聽過阿蓮牛肉湯啦，吼，是應該是第一間來吃啊，真的我覺得說真的有道地我們台南的這個口味啦，吼，難怪他生意會這麼好。表示阿偉呢，他做人非常成功，在這裡也祝我們的阿偉呢，生意興隆，財運萬順，大亨通以外呢，馬到成功，馬上有錢。店家主打當日直送的溫體牛肉，搭配清甜的湯頭，成為不少在地人與觀光客的首選。除了招牌牛肉湯，店內的芥蘭炒牛肉與牛雜湯也深受饕客喜愛，尤其是來上一碗油油亮亮的牛肉燥飯，內用吃到飽假免驚。他們的湯呢都非常的鮮，全部都是用大骨啊、蔬果啊去熬的，所以說吼，那邊講好吃道地的牛肉湯吼，真的就要來我們阿蓮這邊，超好吃的，非常好吃，推薦給大家。隨着台南美食觀光持續升溫，第2代老闆林成偉憑借着穩定品質與親民價格，在眾多牛肉湯名店中站穩腳步，現在更是頭一家結合宮廟形式的牛肉湯專賣店。記者蘇懷騰的報道。